袁木暗示趙紫陽會受到黨紀處分。外國記者獲准去天安門廣場採訪。保安司話越南嘅態度比較合作。匈牙利前總理納吉獲得平反。巴黎艾菲爾鐵塔100週年。新聞嘅詳細內容。北京中央電視台今日多次重播國務院發言人袁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訪問嘅片段，片段係曾經剪輯過，有啲答案唔見咗。袁木喺訪問之中暗示總書記趙紫陽支持動亂，係會照黨章嚟處理。咁有關袁木嘅訪問情況，由陳志新報導。全國廣播公司記者布羅考問袁木，總書記趙紫陽係咪已經遭到撤職？袁木冇正面咁答到。在中國黨的最高領導層當中，確有個別人犯了支持動亂的錯誤。關於他的問題，不久將得到處理，公之於世。我還補充一句，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內部的問題，將按照中國共產黨的章程，按照章程規定的程序進行處理。布羅考又問到血洗天安門廣場嘅問題，佢話有幾千尺嘅錄影帶可以證明學生同埋群眾係遭到槍殺。中央台播出呢個問題嘅時候，袁木係咁樣答㗎。我沒有說在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的事件當中沒有發生傷亡，我剛才只是說在解放軍清理天安門廣場的時候沒有發生打死人的事情。至於整個鎮壓反革命暴亂的過程當中，有一些歹徒被打死了，也有一部分群眾圍觀的看熱鬧遭到誤傷，解放軍本身也遭到了很大的傷亡。不過，據全國廣播公司嘅報導，袁木當時嘅答覆應該係現代嘅科技使到人可以製造出更長歪曲事實真相嘅影片。中央台就冇咗呢段嘅答案。至於方勵之嘅問題，布羅考問袁木，中國會唔會派軍隊入去大使館拉人？袁木只係話，當局係會追緝佢歸案。我們以公安局已經對方勵之發出了通緝令，他觸犯的是中國的刑律，犯的是反革命煽動罪。我們希望我們密切的，我們知道了他已經躲進了美國駐華大使館，我們密切地注視着這個事態的發展。我們希望美國政府慎重地處理這件事情。袁木又話：中國而家已經控制咗局勢，佢有信心已經撤走嘅部分外商係會返到中國投資，而喺外國嘅留學生亦都會回國。至於一啲堅持唔肯返國嘅學生，佢感到好遺憾。無線電視記者陳志新報導。根據中共黨章，黨嘅紀律處分有5種，最輕嘅就係警告，最高嘅處分就係開除黨籍。犯咗嚴重刑律嘅黨員，除咗會依據政紀或者係法律處理之外，仲會開除黨籍。照袁木嘅講法，趙紫陽可能會被開除出黨，冇得做總書記。而東歐外交界人士都話，共黨中央委員會會喺1個星期之內召開會議，撤除趙紫陽嘅職務，同埋選出繼任人，仲會批准政治局同政治局常委嘅改組。咁相信趙紫陽嘅支持者胡啟立亦都會被撤除政治局常委嘅職位。戒嚴部隊琴日第一次帶西方記者進入天安門廣場採訪，喺參觀之前召開嘅記者會上，部隊發言人講到軍隊有冇開過槍嘅時候，説話係前後有矛盾。陳家維報導。喺6月4號軍隊鎮壓學生事件之後，天安門廣場一直係關閉。琴日戒嚴部隊第一次帶西方記者到廣場參觀。呢度係人民英雄紀念碑，喺學生舉行爭取民主活動嘅時候，紀念碑周圍嘅漢白玉浮雕寫咗好多嘅標語同字句，但而家已經洗刷乾淨，但係浮雕上仲見到一啲崩裂嘅痕跡，被壓爛嘅紀念碑台階仲未整翻好，而廣場地下嘅階磚見到有一個個嘅窿同埋一啲嘅崩裂。
廣場嘅地下可以睇到重型車輛行過所留下嘅明顯痕跡。中國官方琴日話，被毀壞嘅廣場經過精心洗刷同修復之後，已經恢復原貌。參觀之前嘅記者會喺人民大會堂舉行。發言人李之雲初時話：喺6月4號清晨嘅行動裏面，部隊曾經遇到一啲嘅挑釁，被逼使用武力開個槍。但後嚟佢又改口，話部隊冇直接向人民開槍，又否認發生過流血事件。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任務的過程中，絕對沒有打死一個學生和青年，也沒有壓傷一個人，根本沒有發生過什麼流血事件。到最後，佢都冇再解釋點解會有前後唔同嘅講法。無線電視記者陳嘉慧報導。據外交界嘅消息話，直至到現時為止，最少有20個中國外交人員同埋大使館職員喺外國尋求政治庇護。美國國務院星期五證實，最少再有2個中國外交人員尋求政治庇護。消息話係華盛頓中國大使館新聞參贊張志偉同埋佢做大使秘書嘅太太韓國紅。喺星期一，中國駐三藩市總領事館2個外交人員已經尋求庇護。美國總統布殊曾經講過，喺美國嘅中國公民係可以獲准延長居留至到1990年。被中國當局驅逐出境嘅北京美國之音電台記者裴斯下晝到咗香港。裴斯下晝由北京坐飛機到咗香港，美國駐港總領事安德遜去接機。裴斯喺機場話：中國當局指佢喺報導天安門事件嘅時候歪曲事實同埋煽動群眾，完全係錯誤㗎。佢話：美國之音電台喺中國有好多聽眾，而中國人民亦都係有權知道事實嘅真相。有人問佢呢一次被中國驅逐出境係咪同美國大使館庇護方麗芝事件有關？裴斯回答話：應該係冇直接嘅關係。中國外交部今日就英國政府宣布押後下個月18號至到21號喺倫敦舉行嘅中英聯合聯絡小組第13次會議嘅事，表示深切遺憾。外交部發言人話：英國咁樣做令到聯絡小組嘅正常工作中斷，係唔負責任㗎。英國政府要對一切可能發生嘅後果負責。發言人又話：中國政府係好希望英國政府能夠以中英關係以及香港嘅繁榮穩定為重，盡快執行好中英聯合聲明附件裏面關於聯合聯絡小組嘅工作。喺本港，即將離任嘅駐港英軍總司令莊俊賢少將話：北京當局雖然以武力鎮壓民運分子，不過香港人係唔需要擔心中國會以武力對付香港。李德成報導。莊俊賢少將今朝喺維多利亞公園參觀英女王壽辰嘅慶祝活動。佢對記者話：北京武力鎮壓民運分子，對英國撤走香港駐軍嘅原定計劃暫時未有影響，因為香港嘅駐軍到92年先至會有變動，到時要睇實際情況而定。莊俊賢話：作為一個軍人啊，佢對北京武力鎮壓民運分子嘅觀感同香港人都係一樣嘅。I'll tell you my reaction as a private man. It's the same as everybody here in Hong Kong, the same as anybody who sees it. A great sense of horror and regret at people losing their lives. We should be able to manage affairs in a more reasonable manner as we progress in civilization. That's my view on that. 佢話：雖然而家好多香港人都擔心北京發生嘅事會喺香港發生，但係佢就認為中國唔會以武力對付香港嘅。莊俊賢又話：邊界方面近日都好平靜，睇唔到有咩特別嘅現象。莊俊賢將會喺8月初離開香港，返去英國出任新職，負責訓練軍隊。無線電視記者李德成報導。香港中旅集團總經理馬志文話：受到中國局勢影響，中旅集團6月嘅營業額下降咗5-6成。陸嘉文報導。中旅集團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馬志文今日出席漢華中學畢業禮之後話：踏入6月，集團嘅生意大減，旅行團、票務同埋簽證都大幅度受到影響，營業額下跌5-6成。集團準備調整經營嘅結構同埋策略，加強國際旅遊嘅業務。去東南亞、去國外嘅旅遊啊，因為我哋原來都有經營呢一方面嘅業務嘅。好少啊！過去比較少啊，但係都已經開展咗幾年㗎啦。咁
咁最近呢個期間呢，我哋可能會喺經營結構上咧會加強下呢方面。馬志文又話：呢兩日局勢趨向緩和，返大陸嘅人數亦都回升返，但係相信仲要1-2個月嘅時間，業務先至回復較正常嘅水平。無線電視記者陸嘉文報導。地產界人士梁振英話：受到中國局勢影響，本港樓宇買賣大幅減少，但係佢認為而家仲未係時候去評估實際對地產市場嘅打擊有幾大。再由陸嘉文報導。太多你亦都唔肯買。梁振英話：呢幾個星期樓宇嘅成交好少，買賣雙方都採取觀望態度，有啲交易根本就做唔到。過去銀行呢係恐怕佢銀根呢受一啲壓力，佢自己對地產市道嘅前景呢亦都睇唔清楚，咁所以呢銀行係暫停對某啲地產項目嘅貸款嘅，令到一啲原來想成交嘅買家呢亦都冇辦法成交。咁所以我睇起嚟緊呢個比較短嘅時間，譬如話大概半個月內呢，大家對中國嘅政局有一個比較明朗嘅一個估計，而銀行界亦都回復佢哋對地產項目嘅正常貸款之後呢，我相信嗰個地產市道呢可以穩定落嚟。梁振英話：雖然樓價下跌，但係佢見唔到跌多過3-4成嘅情形，而由於成交量太少，好難而家就評估到實際嘅影響。而較長遠嚟講，本港地產市場仍然要視乎中國局勢嘅發展。無線電視記者陸嘉文報導。保安司班乃信喺日內瓦開完印支難民會議之後，今朝返到香港。佢喺機場對記者話：越南政府嘅態度已經顯得比較願意合作，令到解決船民問題帶嚟希望。蕭錦恒報導。班乃信話喺今次嘅日內瓦會議上，越南政府發表咗一項值得關注嘅聲明。And they were prepared to hold bilateral talks with any of the participating countries. They also said that they were prepared to take this matter seriously, and what they wanted now was action and not words. Now, I think that was quite an important statement from Vietnam, and I think it is gives us some hope for the future. 班乃信又話喺呢個月26號，佢會同港府政治顧問寇立夫去河內，同越南政府舉行雙邊會議，討論遣返船民嘅問題。佢重申，港府嘅最終目標係要將44000個喺香港嘅越南難民或者非難民全部遣返，或者將佢哋移民外國。無線電視記者蕭錦恒報導。深水埗一個建築地盤下晝發現一個戰時遺留落嚟嘅炸彈，軍火專家最後將炸彈沉落大海。劉啟業報導。發現炸彈嘅地點喺深水埗。